现在为大家要介绍的这一道菜是叫做华南客家小炒。来，首先我们要准备的食材有我们的豆干、杏鲍菇、碧玉笋、素肉丝，还有我们的辣椒丝以及芹菜段。酱料有素沙茶、酱油、蚝油、高汤，还有些许的糖。来，首先我们把豆干切成条状让它大小平均。等一下炸的时候过油的时候，它收热才会平均，所以我们切东西尽量大小要一致。好，再来我们要处理我们的杏鲍菇部分，我们先把杏鲍菇切片，然后一条差不多切成3等份2刀，1开3切片以后，因为我们现在素食要黄荤食，所以我们要把杏鲍菇切成像荤的鱿鱼的形状，然后再切成条状，一样1、2、3、4。再我们要处理的就是我们的碧玉笋，我是斜着切。切约大约超2公分的厚度。各位观众，来，现在我们起油锅我们的油温大约是在180，准备来先炸这个杏鲍菇。好，各位观众。现在我们的杏鲍菇炸至上色，这样就可以了哦。现在准备炸我们的豆干哦。豆干的部分呢，油温差不多要在190度左右，大火快速。因为如果你没有捞起来，一直这样炸的话，它会从外面慢慢干掉。豆干吃起来的口感是会变硬，而不是外酥内软。吃起来软软的，它的差别是在这里。好，现在我们炸的部分就完成了。来，现在我们先加入我们的素沙茶，再来加入我们的酱油，再加入我们的素蚝油，我们再开火。这样子的话才不会烧焦可以慢慢炒，先把它调味料的香气炒出来。香气炒出来后，加入我们的素高汤，然后放入少许的糖，然后这时候会放入我们的素肉丝。素肉丝的话，我们买回来干的，它是干的，泡水洗净，然后加入我们的豆干及我们的杏鲍菇。现在我会加入我们的芹菜段，有我们的碧玉笋，我们的辣椒丝，然后把汤汁收干，芹菜炒熟就可以了我们的客家小炒就完成了。